趁江山定情，为报君恩，红泪失情。崇祯家业后期苦人，人也受其因为爱情。4个年世起，上片台词白茶让你一来看白富美拿单山穷虎记。许仙为分开店，王永昌老几句话暗中言。为啥？规则殿堂里向4个先生，阿西后背里向的鸭，马把许仙上头5人喊鸭，下头5人侪是拉西地家仙，美来追星。2个先生，嘴巴上讲得好听叫包发财，实质上是包官的。阿西个兄弟先年过古装兵马上要死下来，你要让许仙分开点先发财，毛口孤然困困。呵呵，不晓得王永昌来画笔。2个先生把白娘娘许仙感化过后，本来要搭理关店，现在要上升上去搭理开店。先年过本来要死下来，把了小青青白娘娘弄点仙丹，3日天下来，叫啥红白头穿蓝虎才打得杀。王永昌叫改来我店台家本来叫活里活路，现在当至千十张，要打许仙，许老板开出来。许仙弄不懂，先年过进来辰光跌进来，面黄肌水，头皮大得半线像条帮。那现在辰光，红白头穿蓝虎才打得上。哪桩事体？说老板，侬不晓得，侪是读老板娘。3代祖传有本事帮我吃个仙丹，我上头吃下去，肚皮里插空。现在辰光精神对水，打来开店。哦，许仙眼脱，楼浪向高几户人好，有铜钿。但是有这样的本事，我分享。我把店开出来领着，先买先病，拿房子接房，出夜让你到回转去吃子喝。疑难杂症，包括现在讲肝癌、食道癌、胃癌、胰腺癌，一塌瓜子，各种看不好毛病的，侪是与你高几户。仙丹一吃马上就好，你想？我个人云淡如河，开店便当，夫妻2家头一切全部顺利，准备工作做好。咁么呢，许仙啊，王永昌店里向那个压力讲得来，你看看呢，翻翻呢，你相信阿叔，分去看后背下头，这翻子上头。所以关在2个先生把眼树里向放下，多来天地牛王4个号盖仓库里向包起来，接着开张。那么夫妻2家头后2个先生小女姑小青青买来，接着开张。马不停气的凡是路分2位先生都能给家人熟睡的虚海分。那娘娘是她内外东马路，她是转奇奇取经名，新开门里哭气大，
我五山面对西凉配，为你写过个视频是夜夜心。把那小个灯动个称，把草树木么西呀牧人，为啥啥督促你呀笨？为呀军动呀，青霞岭人，孤灯结彩那纷纷，怕出声声人。徐锡军在开店，广告一贴贴出去，还有从昌门城门洞爬台接路的，一直到周区上弄堂。为啥市口好？徐锡名气响，本事大，整个搿点人福茂大圣堂、莫塔山、来云上，全部忙正这座百户堂，哗啦啦啦。因为新开店有的太便宜货，也在店里向太少个便宜货。两个年纪大的老伯伯买点苏药寒菌散，买走去，热天寒寒日。两个下午买两只好的人参，回走去剁剁，吃吃参汤。所以新开店有的太便宜货，别个新开药材店有几样药法买。砒霜、巴头、大黄发麻，毒性重，要避脱3日，3日个位再买。还有一样药法嘛，叫开关散。搿只药名勿好听，播放开支关，关支散，开关散，出馒头，所以前头3日天还勿忙。所以新开药材店、随便啥个店，只有一般店。不太便宜货，啥个店棺材店，还有啥摆过来？嘿，毛开头棺材，送开些棺材，裤浪头开开。所以今朝徐锡新开店，实际难嘛，搿么要放盘上。搿个也是你中国人的传统，开店、结婚，还是侪要放盘上，象征性。放置盘上，那么当发给。那么放盘上有大盘上、小盘上，张李后宫今朝放盘上，两个先生只管放小盘上，不管放大盘上。拿子两只大盘上，三个像桌台上个好搿讲些啥？哎，李先生，搿我担小小，侬担大大。我把担子30个。搿侬放大，难放。不要客气。放大放晚上个呢，是了，搿么我们来，非要包了水浪向，还湿湿个，包了地浪向啊，我们来点。来开始，带头一点，上起来呢哈。开始，不要冒险。你还有这个了哈，让开点。好。真费事。叮，啪啪！哦哟，带灵个哈。这灵光来灵光。哎，就是喂，拍照啊。我到盘上放搿只，那我有穿小盘上，你来放。那么要洗地大盘上放，他小盘上肯定我放。我小盘上不敢放，你们不能担心。搿么你聪明，至少小盘上有500箱、1000箱，有个程度。你聪明，巨台上拿过称，拿黄笔上头个程度往正称只杆浪向打个细节。水往正衬衫上一压，实际上离得远，我做不着在。搿讲些啥？哎，搿我放小炮上就。来快点放呢，还是？来，放心。我们都得来。搿我放小炮上，拿个支出头。当心点。娘妈先弄翻本。哎，你放开。我晓得着。哎呦，啥子？跑开！哦，晓得着喂。你快点呢！要是快吓死人个真正啊是！噼里啪啦乒，啪啪！噼里啪啦呲！噼里啪啦乒，啪啪！
那个从小盘上放当中会得停特呲，再后手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乒，啪啪，搿串盘上随是代表徐县新开店下来的生意追响。包括现在三个股票搿条线啊，有起伏。今朝徐县新开店开出来那么，大家侪要来送礼吃开店酒。那么有个叫富士青来叶世清，那富士青来叶世清本来到徐县爷娘家请酒，后头来爷娘死得在百无堂杀脱一家人家落魄请断脱在。现在看见徐县拉苏州一开店，这种百无堂，哟，请也打烂了。还有个请叫寿福清，那叫寿福清，不是徐县面了，不是白娘娘面了。白人家看该到第十家门面黄凤村大来呀，现任河南开封府，大家来送礼拍马奉承吃开店酒。今朝搿点人当中，一个人龙江，啥人陈敖大圣堂老板黄永昌，一只来同房无主，二只来我教民的长辈，你都喊我阿叔。我搿个礼法还不送，但是送得少，拿不出；送得多，不舍得。妄想是想，具体里拿2两银子放到该搭的灯盘里，拉拉看，拉拉研究，想出了办法来。我大圣堂是否出去自家专职上开店？下来我该搭店里向生意有得可，我2两银子回去送拨你，你到家住该1万两，搿个2两我实在不容易。不来2两太多，打脱你个不值216两，哎，16两也不离，还不个手。我搭里讲了，如果你到非要开店，500斤盐，苏州地嘛30，你到开店要出卖的。叔父大人，我们开出店来，定必兴隆。买下直播来，再打脱你个不值，1不多不，6不40不，12两不钱，侬2两不钱弄脱，比10两，2两比10两，哎，10两也送，还不个手，这个13叫直播下来，我叫你来好好叫去群多小姑娘。那四方洞的等我把让我大圣堂安个气息拿的里的，你晓得我叔父大人，我们夫妻2人定要开店，开出店来，定必兴隆。哼，小夫妻2家头穿一条裤子直播了，再打脱你个不值的不良，哎，不良。但是法2两比不良差不多，也多，还不个手。为啥体？那个写出来了，进家里1张银票汇出来1000两，我不良嘛，那大财不归到，说叫再打脱你个不值，不64，私人的漏脱比6两。边浪向阿西侪看下了了，13队里英国国有哇，那非换一个不值，是一个不值打下去，那再打几个不值是虚想工业代替第8代子，写那个出了，非来冲我有话买的，隔壁站有我打下去收拾，哦，你还算我的爸爸，你拿不领事你，说听，你也晓得现在苏州城里向送得起个礼是一个银子不拿个呀？啥个意思？呀，有话，你忘记着？上趟汤江一般船头的老板搭那一下朋友，
你关张我送40礼物2两银子，把人家40礼物拿给2两银子原封不动，不是还把那个？哎，想说有这样桩事体，所以你跑的大的，非玩不着，是啊不着，你一百地一百行个大老板也是见面的阿叔，你2两银子，非打不着，还得许相公不为谁个呀？啊，来是个。不来是拿来白把那我，白是你也白不出来了。哎，那么这个，好的，我晓得你不为奴，你都搞出银子啊多了了，你当我去拿张包啊，有马生，搿些辰光送礼不像现在红白红袋的，侪有各式各样送礼的包啊，小巧玲珑，朱重彩，哪个是妙金币？等到现在银子拿出来，往正包里向一放，关在阿西身边搿一个，王永昌到阿西进窗门雨水周围，打到龙堂里向一看眼头，只看见专桌上里向的人，里3人外3人，神头济济。搿个小出来饭店开了该打书开如何？那是阿拉来不及。看见老日官许三辣门口接待客人们，要紧到阿西过来打招呼。哎呦，呀，老日官，师傅大人来了！哎，哟，师傅大人，快快这边请呐！你老日官开店做老说哪还不来？是。不枉你开出店来，生意兴隆，大发财。是的哈。阿西，打来到里下去。哦哟，马上，阿西搿只包跟老板王永昌。大里向身体说不定，不晓得你都刚刚身体说不定了，边浪向的3件感就会玲珑的了。2杯茶已经派下子，一杯马上王永昌门子一包。王永啊，请吃茶。另外一杯，许来杯门子一包。许来杯，请吃茶。王永昌弄不多，以那许三店里向哪有搿位小伙子说个神气的了？一表人才，上一码动一码。那位小兄弟是？耶，王永啊，你说不认得我不着哈？不熟悉。嘿嘿，我们不是不认呀。所以呢，你边浪向阿西个兄弟3件官呀。啥个？哎，那谁是你阿西兄弟家3件官？谁是我？呀，那不是古装兵马上要死下来困棺材？嘿嘿，该桩事体了，讲起来得一条条难改。那本来了，我是要死下来着。哎，那么难讲改。带个许来杯店里向来，听人讲么分发财了，所以毛看小棺材。嘿嘿，非得我办得来呀，该得这个老板娘不是得不该。那把我吃足3袋汤呀，吃下去之后满病马上嗨。来看我现在啊，精神对手，老虎在当得上，哎呀是时刻。非王永昌想我非要把你好杀脱个，双条腿生配。哎呀呀呀呀！我只晓得那3年过个古装兵看得哈，我不用到阿哥阿西。用内在，各种跑出来到底2样。现在阿拉来不及，但是这个包里向的银子上面浪向也装住，或者阿西说：“阿西啊，哎，阿西啊，有啊，那个写出来，一年到要这样行外头个送去，送上去。”送，你当阿西讲个，你是诚心要农家那老板。伊拉最年的现在辰光，侬拿只包送上去，非许相公不客气全部碎脱，那是侬办也办不出来。有啊，侬有点后试试，后试试。现在后来不及，送，你晓得在，晓得在，最大许谁门子？许相公啊，要西姑，你有话是做不出个具体呀？啥个我写那个出了，还才都不搞啥么子？那个人子不能睡觉，别还说那如果你要睡觉，许相公你不能睡觉，那如果你一定要睡，许相公你睡子侬要吃饭长高。可许三单都忙忙的2高头啥体哈？但弄不动这不？本来呢，阿说送得来个铜钿银子，我不能给谁干。但是刚才当我讲个呀，
说今朝三个人眼来看啊，人人送得来个礼唻，乃侪可以不随。随是你大说王永昌送得来个礼，乃半夜收下来。为的上么有规矩个呀？礼长辈乃是3辈，且上次在下不可无视。首先大概打点么打，再打水里。要速度大声，本着小事不该收的。12气头。但是我家娘子大姐，上次在下不可无视，各位我水下的了。你俩人子才怕光，嘿嘿，那就怪，应当，应当，都是了。阿西拉比老乡，有啊，说个长辈先辈，侬弄不懂，侬你俩人子不白个，这小出了。王永昌想出得个美的，本来穷要张望给的，还不知10啊，不知5不激动的。上次阿西当，现在你俩人子才怕光。看见许仙去接待别人家客人，阿夏，有啊！今朝有啊上那个松西岛，你俩人子全部把许相公弄脱，侬哪弄得清少那么多长辈先辈，侬不搭嘎，啥个不搭嘎？本来5不记的，现在把那几位将公说在，那。我晓得许相公今朝孩子5桌上等棺材，要请大家同房屋中隔壁乡邻请酒吃开店酒。今朝有话你俩人子10资本，乃当我受到最时代了，放开肚皮拼自命吃，当我弄你俩人子吃出本来，有话。那其他本事5百7个本事，那阿西谁手最多的？那今朝总归拼自命，非得打那你俩人子吃出来，为何打那3个2步？不要烦，等先看那表演。有马手，5百叫辰光，请求隔壁乡邻同房屋中全部到齐，5桌棺材，客人10人，王永昌。今朝救命的阿叔，上路一入，一本正经，一张长辈面孔，心里想难过，一如强壮骁勇。诸位高邻，王老板啊，今朝我老是管许仙苏州开店，对个哇，年纪轻，地马上手，知道不便，你都一定要看让我王永昌面上大张眼睛。放心，大家总归我心也在过。谢谢。哎。乡野邻居，许一丹，谁知其心王永昌？在那爱中私下老几句。他们是数着后毛与水的板，彩菊引领动人啊，牡丹鼓起喜气呀，台灯起来放闪闪。那许仙一公公胸口喜呀呀，徐老板，红龙红龙啊！来成啥日新龙啊？吃好龙哈，客人许仙一个个送纸吧，唯有2个人随便拿追不动，一个王永昌。一个阿西，王永昌非子面皮，10刚把年纪，今朝你俩人子10资本，心里想我是受到最时代上上路一入，皮也非快拿起来，狼本热炒拼子面忙去玻璃室，等到再有热炒上来，
吃得半推半推。一张蔬果3钱子，鲜得不得了，你随便哪吃不落3袋张蔬果，报复性。那么阿西为也不这样呀？为啥体？今朝有话规则里品质明确，从冷盆热炒到这一蔬果，要吃嘴，要吃菜。我讲今朝上菜下菜，侪是兄弟三姨姑帮忙。搿兄弟三姨姑喊阿哥啊，你到老板门口进去，老板泡里头，搿个侪是野生花人哈，水泊花人，那多吃点喏。哦哟哟，搿个传统野生黄豆，那阿啥多吃点补。阿西要吃菜，要吃嘴，吃到按摩样，上头吃到疙瘩，下头吃到疙瘩，吃到这头筋粗粗，不能拔得快，拔得快，屁！香菜马上嘴巴里也窜出来。王永昌一看辰光差不多，喊得阿西回转大声道：“阿西呀，有啊！上天个香菜啦，头筋饭拔得快，拔得快也憋出来。辰光复杂哦。”门许相公叫在灯笼，打来回转去。御马手，许相公啊！哟，西姑，叫在灯笼把你呀！哎哟，但是看看到两高头那吃得个种强的着哈，我也走去了。不来讲，老郎想饭也贵干更多呢哈，可是不来干。啊，师傅大人。我看真是饭上岁，德国在小是家中吧。老实讲啊，那饭多好的，叫金口银口，不及屋里狗口。哎，这话说还是时代大升堂太平。我定然也会去的。叫在灯笼。好吧。哎，叫在灯笼。那么那跪在边浪向先去看，你去点在灯笼，先去看。灯笼准备还过来没？阿哥啊。兄弟啊。那。灯笼打在点还是呢？哦，你自家弄一弄呢？小你啊！哦哟，你回转去啦？要爬着。你还来三家？不要紧。你三吃点个呀？那汤肉再吃只红烧丝的也吃得落了。不来个再吃下去吃上菜啊是个。你阿来三啊？哎哟，啊，兄弟呀！啥子？拿着门口苦不过。你吃得不在？帮我补补。哦哟，也不是走的了，补补，我来猜猜你吧。你当心点啊！妹妹姐，哎呦，丫头妹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过来，哎，当心！哎呦，小出来吃得不少。水里向地在灯笼，上高比得下高，下高比得上高。王永昌个把年纪，啥时跟了呢？灯笼光了追，还是上高奔到下高，下高奔到上高，上气不接下气。现那个出来，那个老子，啥体骂人啊？啥体骂人？你自家规则侬吃娘吃娘，侬上来送西当。侬为还分吃啥？吃啥？侬还要到应该里干那个银装，像那个猪呀，戳得个美的。灯笼拿过来，有话自家做。那么你拿去吧。阿西灯笼刚把王永昌拉前头，一本正经做，阿西拉后头。有话，你做得改面点啊？我看不出，还是我来找把难看。你碰上点上，好那个人黑良心。我这次呢马路你也还找我一道个哟。两高头三个菜向马上炒煮去，回转大声道：“一小一个实地来着王永昌，拉上耳朵跟老郎听，听啥？”阿有啥人吃子虚线店里向个牙，吃出毛病，巨蛋卡脱，一把胸部通打衙门打官司。那么我们要关照虚线店里向个生意呢哈，不得了。我们老早讲市口好，本事大，待人这么好，一天下来个生意
分定息过，里三人外三人排子队，郎中先生到骡子房子，总归到这座八户了。一日天个铜钿呀，系统里向某要做到8步车生意，不晓得那个好生意做得越多越快，那个追逐量越然还快。8眼日里向个药全部抓脱，要重新到仓库天地牛王4个后盖后把里向再去拿药放到8眼日里。不晓得那上头5人好药全部卖脱，20下头5人拉西地价税没来追星。这个头名呀，非但不好视频，弄得不恰也送命。等到那药放到8眼日里，许谁不晓得2个先生一看不对，如果没争气，那么2个先生，你到达老板讲，许谁马上背上车头到那阿叔王永昌打官司。2个先生搿点还心寒，看我，为啥？当时辰光骡子王永昌12银子，叫妻子不人家看我，骡子不人家睡我。王永昌苏州城里向黑跑2道有势力，你到出来哦，分期马上到老板许谁讲，侬搿点买来追星之药，拿到寝室里向撇撇，药锅里向擦擦，太阳头里晒晒，仍旧放到8眼日，再卖出去。不晓得那10支药个药，再咳再擦，不用了。把人家一个小伙子个小子，半夜里向娘杀伤队里上浪小来滚去，不适宜。要紧，侬郎中先生喊得来大娘打忙看病。现在讲起来，后日伊到娘也没事实了。等到郎中先生打好忙开好房子，等到天一亮，小伙子奔到徐县新开这座8户堂，吃呀，围住去煎。煎子把娘吃，叫啥里多娘嘎呜嘎呜嘎呜，搿碗药吃到嘴巴里。郎中先生讲马上后日推飞弹分推，砰砰叫往上头升。哪么个小伙子奇怪？哎呀，啥个名堂？那郎中先生过牌，周传名义，寻哪里？寻到郎中先生的。说恁哪桩事体？恁昨日夜里带你娘看病，说7支药，这支7支后日推。现在7支恁开个药，后日飞弹分推，后日也砰砰叫升上去。恁也弄错，说我不会弄错。郎中先生想，我真个3代做人有本事。说恁拿张方子帮我来看，让我敷一敷。小伙子拿张方子交拨郎中先生。郎中先生一看，药名、分量侪正宗，一点点分弄错，说不可能。那个药辣啥地方去吃？周知上新开这种8户堂，爆发在徐百姓、徐相公、杭州人。哦，搿么这个，为此事体隆隆清爽，小伙子乃再摆一道。拿拿该张房子，仍旧到搿边新开店去吃药，拿药来交拨我，我来看。小伙子为此娘要好有劲。修到徐县这座8户堂，牛方拿药吃，交拨郎中先生。郎中先生药板打开，药名、分量侪对。啥个弄的？你心比较细。这头一次上在药里向拿个药拿起来，1年马上会得变粉。哎哟，问题我发现，出了啥地方来记了？搿边新开这座8户堂的老板本地小，整个药里向侪是美来追星、垃圾、地价税，别家伙。那倘若拿该张房子
到其他药材店去吃，再次把你多娘吃。倘若后日发胎，我郎中先生负谁责？哦，小伙子，要叫侬房子到木塔山，牛方出洋，回转去风炉里向再把你多娘吃。就说一碗吃下去5个多辰光，后日胎脱，恢复健康。那么到郎中先生讲，郎中先生开始出来胡子，到许县签生意，孙督记了。我呢，苏州城里向海华有点小名气，你都相信我，带我到来看病。但是有一点你都记了，拿住我的房子，苏州药材店、药材行，其他店里向下去，一般地方去，周记上新开这种百货堂，这个老板许些个药，老西地价是买来追新，弄得不吃要吃杀人。别人家来看毛病，侪是为自身体健康。啥个吃药要吃杀人，吓得全部发到许县店里，到木塔山来云上大升堂。那时间一来，许县店里向的生意，直线下降。随着我钢铁前头放派上，放到半当中往里。谁是这个转折点？本来许县一日天生意也好得难，县农里向毛拆脱，毛拆脱，要8把钱。但后手来，还把大家听，许县店里向的营业啊，送8把钱。后手来7把10钱，40钱，20、30钱，7把7把8，48、23把。8把7把10、40、20、30，一个500，8把钱，但这一句生意才500。许先生哪有这样种事体？2个先生晓得，那么难道老板讲2个先生神权出来？我搿点也神权卖出去。本地人、苏州人侪晓得许县店里向的药法令要吃杀人。今朝第9天来自个靠边人，那么要无为继受。为拜君恩，红泪失情。崇祯家业后世口人，人也受记，因为爱情。4月24日起，上片台视白茶让你一来看白富美拿单山穷猴记。